哎，手机 APP 程式叫做大声朗读的，可以荧幕录影呢。但是这个文章有的错误要怎么更正呢？先按2下反黄啊，着色了，按右上角3个点这边编辑文字，看看3是诸佛依般若，般若念作般若，是妙智慧的意思。波罗蜜多故，波罗蜜是登彼岸，蜜多是个性调和群性。这个字错了，更正啊，般若念作般若，是妙智慧的意思。般若啊，他波雷应该是般若哈。闽南语是般若，国语念般若，般若波惹日而惹3是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。好，现在已经更正好了，要把这个游标移到最后，然后按退位键退出来，才会看到有这个确定2个字，按下去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。你看他就念对了，念般若波罗蜜多故。然后下面这个又错了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2个同样的藐字啊，前面那个错误，按右上角3个点这边编辑这边，得阿藐应该念阿耨，念阿耨，要念阿耨多罗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闽南语，国语通常都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阿弥陀佛阿。然后第3个字应该是 no， 这里有出现那个 no 字，有没有草字头啊？搞混了。no 没有草字头啊，他还以为有草字头呢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再试一试看看。no， 你看还是出现没有草字头的 no 呢。难道有草字头的 no 吗？看这么久都没有看到草字头的 no 呢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我没有草字头了哈。按那个有退位键，游标移到最后面，按退位键，退出了，退到前面那个画面就对了，把那个输入法的画面消除掉就对了，然后按确定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对了，那个音就对了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有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这个字又有错了，应该是般若念般若，所以现在刚好是着色反黄了，一般都是反白。然后要更正文字要怎么？要编辑文字嘛，按右上角3个点这边，不要按到 T 哦，现在可能按到 T 了，按到最后右边那个3个点那个，先编辑文字，第3个字错，第三个字错，游标移到第3个字后面，按退位键，按这个箭头向左右打叉这个，然后输入法选那个有地球这个圆球这个，这是
中英文互换的哈。选波，按班念作波，般若，般若念般若，般若是妙智慧的意思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咒即说咒曰。好了，然后把游标移到最后面，按退位键这个不是退位键，退出来的这个，然后选确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http://chiac.tacity.com/w/wisdom。重读目